區參與金獎得獎組別係穿越彩虹留住回憶。以上嘅學生嘅作品呢，都發揮咗同學本科嘅專長，展現咗同學嘅創新思維，更加有效咁解決社區嘅需要，對社區富有延伸價值。多謝小同學同埋 ETC 啦，可以留意到呢、我哋嘅少少嘅需要啦，係啦，咁更加感謝有企業去支持呢個計劃咯。我哋正常嘅就手同埋佢哋嘅就手，輪椅人士嘅就手又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喎。咁喺成個設計過程入邊咧，自己學到嘅嘢咧，就可以學以致用啦，又可以回饋社會，其實係好滿足嘅一件事嚟嘅。